我相信喺基督教嘅婚禮當中，使用得最多嘅一段經文，應該就係今日我哋所選讀哥林多前書13章裏邊一段稱為愛篇嘅教導。網上有文章咁樣形容保羅嘅呢一篇教導，佢話保羅用極具文學美感嘅排比句，將愛嘅特質逐一描繪，形成一首愛的頌歌，形容愛係永恆、無私、超越一切恩賜嘅最高原則。佢既係詩意嘅讚美，亦係倫理嘅教導，揭示嘅內心、仁慈、真誠同埋永存。喺咁美嘅形容之下，難怪會有咁多嘅信徒會喺嗰個標誌住一對新人進入人生裏邊新階段嘅婚禮當中，以一段咁美嘅頌歌嚟去歌頌婚姻關係裏邊最重要嘅元素，甚至會帶住一啲對浪漫嘅憧憬，喺婚禮裏邊用呢段經文嚟描繪佢哋期待住嗰個將要開展嘅共同生活。當然，我應該都唔止一次喺講道裏邊提過，保羅喺哥林多前書呢一度所寫出嘅呢段教導，其實一啲都唔浪漫，甚至完全唔係一段頌歌。如果大家仍然記得，之前我哋讀哥林多前書嘅時候，我幾乎每一次都會提到，哥林多教會其實係令保羅最頭痛嘅一間教會，因為哥林多教會嘅屬靈生命，以致佢哋中間嘅群體關係都出現咗好大嘅問題。所以保羅寫哥林多前書嘅目的，就係要對應佢哋所出現嘅問題，並且教導佢哋正確嘅信仰生命應該係點樣。而當中保羅最關注嘅就係佢哋因着喺侍奉裏邊出現嘅比較所引發嘅關係問題。而呢個亦都就係點解保羅嚟到哥林多前書嘅後半部分，佢會鄭重地非常仔細咁向哥林多教會嘅弟兄姊妹去提到愛，並且用一個非常嚴謹嘅結構嚟提醒哥林多教會嘅弟兄姊妹應該點樣喺佢哋嘅群體生活，並且喺佢哋嘅彼此服侍當中，以愛去作為最重要嘅根基，從而可以使佢哋群體當中嘅關係重拾正軌，然後喺愛呢個關係裏邊，叫佢哋嘅侍奉得着神所期待嘅果效，更因而使佢哋可以重拾信仰群體嘅合一呢一個真正嘅身份。所以呢段今日我哋經常用喺婚禮裏邊嘅經文，如果以原本嘅處境嚟睇，其實並唔係太合適。但係當我今日再仔細思量嘅時候，我嘅想法似乎出現咗一啲嘅改變。過去我唔建議呢段經文用喺婚禮當中，係因為我自己都會將婚禮視為一個溫馨、一個邁向浪漫關係嘅宣告。然而若果我哋能夠將婚禮視為一個非常親密，而且係非常屬靈嘅群體嘅一個建立，並要在其中成為一個要好好服侍神、藉合一嘅侍奉嚟榮耀神嘅屬靈家庭，咁保羅喺呢度有關愛嘅教導，其實就係非常合適喺婚禮當中對一對即將進入屬靈結連嘅夫婦作出勉勵同埋提醒嘅經文。一切其實都係在乎我哋期待呢個婚姻關係所要成就嘅，到底係點樣嘅身份嘅一份結連。今日就讓我哋再一次細味呢段保羅嘅教導，無論我哋係已婚嘅，或者打算結婚，又或者而家係仍然係獨身嘅，都叫我哋再次去思想，今日我哋喺我哋身邊嘅唔同關係當中，係咪有真實嘅愛？我哋又係咪因着真愛而結連，因着真愛嚟去服侍呢？哥林多前書13章第40到80章，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責害仇敵者，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改善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今日我哋讀呢段嘅愛篇，其實係出現咗一個明顯嘅交叉平衡結構當中，並因着呢個結構，叫我哋知道保羅喺呢段教導裏邊要帶出嘅核心。而呢個結構首尾呼應嘅部分，係今日呢段經文嘅前文1至3節，同埋過去我哋都比較少讀，緊接住今日我哋讀呢段經文嘅後文8節下去到10節，1至3節出現咗3句以我若能卻沒有愛呢一個嘅重複格式。呢3句分別係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同埋第2句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再加上最後嘅一句，我若將所有的周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而呢一啲嘅我若，正正就係哥林多教會嘅弟兄姊妹喺侍奉裏邊所誇口嘅能力，但係佢哋喺呢啲能力當中所欠缺嘅就係愛。而當一切欠缺愛，後文就同樣用咗3句必歸於無有嚟帶出佢哋侍奉嘅果效，就係得個吉。因此出現喺呢個首尾呼應嘅結構中間，保羅要帶出整個段落嘅核心信息，就係今日我哋讀嘅呢個段落有關愛嘅教導。而呢段我哋好熟悉嘅愛篇，其實裏邊都出現咗一個唔係咁明顯嘅首尾呼應，亦即係有另一對嘅對應重複咗嘅教導。而呢個就係一開始嘅第4節，我哋好熟悉嘅恆久忍耐，同埋去到第7節最後出現嘅凡事忍耐。而另一方面，我哋都睇到保羅以第3節嘅愛是，同埋最後1節去到第8節嘅愛是，另一個嘅首尾呼應嚟夾住中間好多個嘅不。而呢2對前後出現嘅重複，似乎都係叫我哋睇見保羅要喺呢度所講嘅愛，到底要俾我哋帶嚟啲乜嘢重要教導。首先，保羅喺呢個段落裏邊提及嘅，其實當中嘅不係佔大部分嘅篇幅。呢個正正提醒我哋，其實我哋喺愛嘅當中會反映到我哋好多嘅軟弱，所以我哋需要喺關係嘅當中提防跌入咗呢啲不嘅裏邊所帶出多個因為我哋將目光太多放喺自己身上而引發嘅情緒同埋反應。因此保羅就喺首尾呼應重複嘅嗰部分提醒愛嘅正確態度，就係要將目光放喺放下自我，敏於身邊嘅人嘅需要之上。而喺當中唯一重複咁出現，就係形成首尾呼應嘅忍耐。原文裏邊忍耐呢個字其實係有忍受苦難嘅意思，所以有英文聖經將呢個字翻譯成為 long suffering。或者保羅喺嗰一刻對哥林多教會嘅侍奉，因着經常俾哥林多教會嘅有識之士嘅挑戰，而有一種受苦嘅感覺。但係佢深知道喺愛嘅當中，佢必然能夠忍受去跨過呢啲難受嘅時間。唯有喺忍耐嘅當中，關係先至能夠得着建立，而一切喺群體裏邊所作嘅，先至能夠成就神嘅心意。而保羅喺最後亦都用咗一句我哋同樣好熟悉嘅說話嚟帶出經歷過忍耐嘅愛嘅一個最終嘅後果，愛是永不止息。而原文止息呢一個字嘅意思其實係失敗，所以保羅嘅體會係有愛就永遠唔會失敗跌倒。侍奉關係嘅核心就係呢一份永遠唔會失敗嘅愛。當喺群體喺關係當中有愛，魔鬼嘅一切詭計就會因着我哋呢份永不失敗嘅愛而變成咗失敗啊！我哋不得不承認，其實我哋都係好軟弱，所以喺關係之上，無論係我一開始嘅時候提到理應係最親密嘅夫妻關係，又或者係喺信仰群體當中，應該都係非常親密嘅弟兄姊妹關係當中，其實都會出現唔同嘅沙石，從而叫嗰份親密嘅關係出現張力，甚至出現危機。
所以我哋要喺愛嘅當中更多咁去學習忍耐，並滿心相信經歷過忍耐嘅愛必然會永不止息，永不失敗。當我哋有愛，即使我哋所作嘅事情所得嘅果效會未如人意，但係我哋亦都可以喺忍耐當中經歷到愛，呢個先至係神喺我哋嘅侍奉，喺我哋嘅關係當中最喜悅嘅事。而家讓我哋安靜諗一諗，當今日你再次去讀到呢段極為熟悉嘅教導嘅時候，你係咪知道乜嘢係愛呢？你又係咪喺你而家唔同嘅關係當中經歷到保羅教導呢份永不失敗嘅愛呢？定係你因着將目光太多咁放咗喺自己身上，以致出現咗保羅喺呢度提到嗰啲嘅不，結果你其實係並冇真正咁去愛呢？聖靈喺今日又向你作出咗啲乜嘢提醒呢？讓我哋同心禱告啊！主啊，感謝你提醒我哋愛係啲乜嘢，喺愛嘅當中，我哋又應該提防啲乜嘢？主啊，當今日我哋因着軟弱，因着太多咁將目光放喺自己身上，而叫我哋冇好好去忍耐，冇好好學習去愛嘅時候，求你幫助我哋，提醒我哋，好使我哋能夠得着力量去生出忍耐，叫我哋能夠建立更美愛嘅關係，從而使我哋所作嘅事得蒙你嘅喜悅。我哋嘅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字而求，阿門。